叫我看起来当电影像呢。错啊！佢按到乜嘅名嘅啊？叫到寶誒，佢遐七歲哦。哦，佢竟係七歲人嘅叫嘅哦。誒，佢係乜嘅種草嘅叫嘅啊？哦，佢係米克斯。米克斯。唔好看佢遐當怪哦。其實我第一部卡超唔怪咧，佢遐啲腦尾佢遐微笑啦，佢所看起來真較怪。啊，原來係安呢。唔過。米克斯係乜嘅種草嘅叫嘅啊？我冇聽過呢。哦，冇嗌就錯嘅，應該係米克斯準教。其實米克斯啊，你啱佢夾到嘅，米克斯 mix， 除了英文嘅混合 mix 共用哦，而係無樣嘅品種，攞佢混合起來嘅叫嘅。原來係安尼啊！米克斯 mix。嘿。哦，原來米克斯就係安尼來嘅。冇錯。不過米克斯同一般純種嘅叫嘅有哪位唔共用啊？其實呀米克斯哦，你看像佢嘅顏色啦，佢嘅色膜，其實都係一般嘅叫嘅冇共用哦。哦。嘅係唔係大家都想去學米克斯？哦，我同你講，其實啦，呀米克斯哦，你有去看，當時有人會學佢呢，其實都係其他嘅品種嘅叫嘅啊，較有人想去學。啊，係唔係因為流浪叫嘅有當到都係米克斯？我本人有一種同接上看到韓國可能有危險嘅影響啊。其實有一部分係安尼啦，韓國其實其他品種嘅叫嘅啊，佢睇以後，做得上到佢學，睇以後會上到樣板。不過米克斯呢，可能就較無法度，佢細個時節還有大個時節，係無法度預測講，佢會上到樣板。哦，原來係安尼，同胞誒係用嚟讀到嘅。哦，其實就係還有3年前啊，嗰種時候，可能亞東空天怎麼？嗰種時候，佢就親人嘅寒天，佢啲邊順哦，路邊幾陣，韓國啊，規身都當垃圾，就看佢親，親本人唔貪得啦，我就脾氣1點鐘9呢，含去啊便利商店買餅嘅啊，買呀肉本佢食，啊包麵誒，你就聽啊，去看欣賞，好的，有戲可以看欣賞哦，欣賞講看暗暝時嘅戲哦，佢可能就會死天呢。啊，有安彩個，哎呦，包誒，好定唔讀到暗號嘅主人啊，嘅後來嘅故事係用嚟發展嘅啊。後來嘅故事哦，其實哦，我就去看欣賞啊，欣賞哦，沒有攞去檢查呀晶片，資料查以後就發現講呀晶片，冇簽到佢主人呢。嚇，冇簽到佢主人？咁唔就做得同欣賞講，唔會突轉去學啊？做唔得。雖然講佢可能係本人獲得嘅啦，不過做唔得安尼就突轉去學哦。因為哦要有規定呢，假使講要種晶片冇簽到主人嘅叫嘅啊，你先帶去寵物收容所，一等7日哦。7日？冇唔錯，收容所嘅欣賞呢，佢要聯絡下主人，假使真嘅聯絡唔到，一等1禮拜過後，我將做得去認養，做得去領養。按麻煩哦，原來要按到流程。係啊，啲哦，嗰種事，我係等7日以後，再去簽。好對啦，7日以後，佢喺當天空哦，呀收容所有好好嚟照顧佢呢。哦，佢幾日下呢？幾日下